真欢喜，咱搁一届来到咱的圣殿做伙要来敬拜。过去的一礼拜非常的炎热啦吼，大家热者咧，有哪应该有加减出一寡油啦吼。我会记咧较少年的时，其实咱以前的教会是无冷气吼，所以教会边仔拢吹电风，所以即马咱若回想迄阵的情形吼。有当时即马想起来，毋知影讲即马是要哪礼拜，若是共款即种气候。我会记我细汉的时，教会边仔有一户吼，礼拜日拢咧煮麻油鸡啦，所以伊麻油鸡的味若出来，就是礼拜特别煞吼，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伫随时拢有上帝的恩典，甲咱做伙，是咱的礼拜即马咱一凉爽的所在，所以咱为着这来感谢主。今日是文理事工的这个奉献主日，有张牧师来到咱中间，要甲咱三角分享。咱即马开始的祈祷，请张牧师。咱同心来祈祷。主的上帝，感谢你，诚做阮的主，诚做阮的上帝。阮的出入拢有你的固守。天气真热，真侪时阵，阮的出入真正需要上帝固守。肺炎的疫情影响着台湾，阮的出入有缘需要上帝你的固守。感谢上帝，你帮助阮顺利平安经过一礼拜。伫新的一礼拜开始，阮就用敬拜上帝做新的一礼拜开始。这是你回应上帝教导，这有缘是回应阮的信仰。看我上帝你帮助，当阮的性命将你放伫阮性命第一位。一礼拜开始，阮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时，愿主你的听，你的恩就充满伫这殿院中，进入伫阮的生命中。伫敬拜时，甲你相拄；伫敬拜时，搁一遍经验着上帝你的同在；伫敬拜时，搁一遍领受上帝教示。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安，真欢喜，来到上帝面前吼。来，咱来先锻炼咱圣诗吼，601首。圣诗601首，这是咱袂定诗啦吼，咱一个月唱的诗吼，咱已经唱2礼拜吼。嘛拢有之前有介绍啦吼，我只小补充两个。这是1920年苏联革命成功了后，当时呢。对百姓压迫到真严重啦吼，特别因的教会吼，嘛是那个对新教这个信徒压迫真大，所以呢，有基督徒就写这首的诗。这个旋律是民谣啦，真顺真好听的吼，就是那个甲这个歌词甲道理性吼，咧表达讲因的迄款的心内迄款的痛苦。要求上帝安那来帮助因啦吼，咱看，咱唱第一节。第一节歌词，恳求上帝听我呼求，毋是干那无要求啥，干那求我日地政府基本生活尔尔，是迄款的情景，是我尔凄惨啦吼。第二节，悲伤忧愁，心无平安，逐位充满灾难，受包围、破坏、侵犯，求你医治完全。人若到
即款的地步是你个想看觅，咱只有仰望上帝尔啦吼。特别是这基督徒，这是基督徒所写的诗。我想咱也共款，咱无甲你遮尔拄着遮尔大的这个灾难压迫啦吼。但是咱也想讲，迄款的情形是，若是有一天咱拄着共款遮尔艰苦时，咱要安怎？所以咱真福气，咱会当求求上帝吼。来第2节。1919年，苏联因革命成功了后，有70年久。但是1991年分裂啦，吼，苏联解体啊，分做15个国家。安尼照讲是会真好嘛，吼，真侪拢会讲家己独立的国家。但是无百想咱知影吼，4个多月前，因分出的国家，因家己咧拍因家己乌克兰，吼，啊，这嘛是几十年后迄款的情形个。伫乌克兰的百姓中间，嘛是共款，伫遐要爱求救上帝，求叫上帝来帮助因。咱若有看电视，咱可能拢知影啦吼。迄款迄个城市安尼，有安尼无选择的安尼轰炸甲规批拢平去吼。迄款的情形，咱实在是感觉替因艰苦吼，咱嘛爱替因祈祷啦吼。好来，咱搁来看第2首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心中有奇妙所示，伊会拍开诸圣之意，让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之时，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咱信主久久，咱有真福气，咱会当开目睭来看。上帝的话，圣经的真理，咱小等嘛要听，用耳孔来听上帝的道理。等下讲台，咱师嘛要甲咱过一摆开了咱上帝的真理。过来咧，第3节讲要用喙唇，咱敢若看，敢若听，无够额，爱讲，爱传。我定你袂晓讲真济，但是至少你讲啊，我较早安怎，即摆安怎就好啊，对无吼？你感觉恁信了所有人有改变嘛？好，咱来唱第1节。第1节。对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对我心中有奇妙所示。3节，对我嘴唇，互我
我目睭，互我看见。这首诗歌其实圣歌伫嘛，本来是这礼拜要献啦吼，啊是内底歌有小可有变化无共，无啥共款，都是内容拢差不多共款，啊像伊的调小可有改编啦吼，真好，咱后日别个听看卖吼。但是你也注意听哦，遮就有吼，当我静静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指示，有无？家己想看卖。信主久久，我心偏偏听候你，主啊，你指示我，好，其实咱拢爱互主甲咱开路指示啦吼，啊，咱用95首，你的心若是仰望上帝的时阵，你目睭若是看主的时阵，我想对遐来旨意要伫你的心上来发生吼。第一节，我心仰望是你国度，荣耀的主天国第二节。咱最后搁用第一节啊，较紧的声来唱来进咱的礼拜吼。第一节。
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即时，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601首，圣诗601首，全能上帝听我吼叫。全能上帝听我吼叫，谦卑迫切求讨，地上生活得主保守，以外我无所求。地上生活得主保守，以外我无所求。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咱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是咱来启应，伫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伫新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9篇，也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
毋久，因就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就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哪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即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伫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是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早伫地，即摆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主啊，因为你救赎的恩典，赦免阮一切反悔认罪、归向你的人，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下早，阁会当奉你的名自集，安静伫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也是伫山顶来敬拜甲学乐你。你的话讲，世事无信，就袂话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
主啊，求你应允阮，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即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永远所献的旨意。感谢天父上帝疼惜台湾即块岛屿，求你予阮无论面对伫任何的挑战甲考验的中间，经历上帝的恩典。恳求你嘛，赏赐阮的执政者甲政府官员有智慧甲气力来治理阮的国家。主爱怜悯的主，求你予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予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肢体得到医治甲安慰。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透过上帝永远无变的疼，予阮用关心、代祷甲奉献来支持文字事工。亲爱的主，阮学乐你，阮感谢你。福音传到全世界，是因为圣神的气力，嘛是每一位基督徒愿意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即时，愿恳求圣神充满，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来读圣经，来讲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11节，伫新约的部分175页。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11节，因为咱要顾软弱的时，基督到期替有罪人死。因为有替义人死的，恶得有替好人死的，检采有人假。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顾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何况咱已经伫伊的血得到称做义，要对伊得到救。免得迄个受气啊！若咱要顾做对的的时，对伊的囝会死，得到甲上帝搁好，何况已经搁好，要伫伊的话得到救啊！毋若安尼，若咱现今已经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搁好，就对伊也掠上帝做通夸口。读圣经到遮，献诗圣歌队因要献的诗是上主旨意极奥秘。
讲道张显凯牧师，伊要讲的是值得有价值的。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会当参加组织伫上帝殿院来敬拜，嘛感谢教会接纳，互我会当代表台湾广播社伫这所在，甲大家请安。因为今日是文字传道事工纪念主日，感谢上帝恩典，当福音来到台湾的时，宣教师看见要怎样，互台湾的信徒伫信仰内底会当更较加添，就是先照着白话字，会当互大家会当读圣经。互咱看到，这就是文字的一个要紧，伫信仰内底要紧的帮衬，互咱会当读圣经。除了安尼，宣教师、巴克利牧师嘛看见，信徒会晓白话字了，除了读圣经以外，敢有机会，互因有更较侪机会来去使用白话字，有机会互因更较认捌信仰。所以照着台南府城报，尤其是咱今日所熟悉的教会公报，帮衬教会兄弟。有机会，搁较使用白话字，除了读圣经以外，搁当认捌规个世界代志，看见上帝作为。文字事工就是安尼开始不断伫台湾来扩展。伫咱今日周报内底，咱会当看到即期教会公报，广播社内底一个文字温柔的气力，即个标题。我相信，当咱如果有机会来去读一款物件的时，有时咱讲啊，文字就是白纸黑字，确实伫白纸黑字的内底，咱真侪时阵伫迄内底会去读到互咱心感动的事；伫文字的内底，咱咸菜会去读到互咱气噗噗的代志；伫文字内底，互咱有更较侪超越文字来去描写真侪事，甚至互咱有真侪想象。真侪兄弟真喜爱读更新，其实更新就是这种人讲温柔的力量。这个文字讲出这个人生命故事，互咱伫这个人的分享内底，搁一遍看见上帝作为，搁一遍看见人需要福音了后，一开始咱带歌的同工甲咱分享的，生命的无共款，迄个气力是照着文字。来不断来去进入人的生命，来去影响着人的生命。所以其实咱有缘会当拍开咱的内底，你会当看到广播社伫文字事工顶面，除了咱所熟悉的教会公报以外，其实咱所熟悉的更新周刊以外，渐渐因为时代的进步、时代的演变，嘛借着新的咱讲科技，借着咱讲网络的部分。互更侪人来去照着这文字来感受到无共款的气力。这几年广播社嘛照着绘本，照着真侪咱台湾对台湾要紧人的故事出绘本，互父母会当照着绘本帮助细囝来去认捌伫台湾真侪人的故事。这人的故事检查伊所做的，可能伫一个社会一角落内底尔定。确实影响真大，譬如讲贾伟医师，譬如讲最近要出的陆先春牧师，检测看起是教会事工，确实因伫教会事工内底所做的，是影响着规个台湾社会，互人的生命用安尼来搁深刻体会，什么叫做生命的改变。感谢上帝恩典。感谢咱文山教会的听受，久长以来对广播社真侪文字事工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伫这个所在，甲大家谢谢。嘛，伫这个所在，搁一遍邀请咱，会当继续参与伫文字事工的内底。除了是借着咱周报内底这奉献袋啊，来为着文字事工奉献以外，其实有缘参像咱拄啊领事的同工讲的一样，你有缘会当将你生命的故事。你这个文字写起来，照着更新周刊，照着文字事工的真侪平台，照着你的文字，互更较侪人去体会耶稣基督的疼。嘛，感谢上帝，咱的信仰就是起造伫上帝话语顶面，所以咱组织、咱敬拜，更较要紧的是对上帝话语中
来去听到上帝教导，邀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你的恩典，互福音会当来到台湾，互阮会当因为福音性命得到你的拯救，互阮会当因为福音性命真正得到改变。主恳求你继续帮助阮，因为阮深知福音毋是阮伫教会内底门关呢，伫内底享受尔定，更较要紧的是借着阮的性命，将福音传扬出去，借着上帝赏赐予阮的智慧，借着特定好的器具来将你的听来去保养出去。感谢上帝，伫文艺时间内底，阮就看见这是何等要紧的事。但主，阮犹原深知，阮需要起做伫咧话语顶面，因为阮的性命如果无定根伫圣经上帝的话语，阮所传的咸菜是有所偏差的。愿主你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互阮自入敬拜时，藉着你的话，听到你的教示，领受到上帝你的差遣。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检菜，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值得有价值。可能伫中文读起来感觉，人讲无下，人讲顺口。原因是其实要对一出电影开始讲起。我毋知咱捌看过这出电影无？《抢救雷恩大兵》，这是1998年所出的电影。可能一寡兄弟捌看过，可能一寡兄弟毋捌看过，甚至看过了检菜已经袂记哩啊。但这出电影某一个程度来讲，是真侪人伫讨论的一出电影。这出电影要讲的故事是讲什么？讲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有一个家庭雷恩，这个家庭有4个后生拢去战场，结果国防部内底发现讲一天要发3个通知，死亡通知。互雷恩老母讲歹势，你的大囝死伫战场，歹势你的老二死伫战场，老三国防部发现讲这个家庭一天都要去收到3封伊的后生死伫战场的这批。哇！这个家庭，我相信咱在座真侪老爸老母，如果是你的，你有啥物款的感受？国防部真紧张，赶紧来查，发现讲这个家庭有4个兄弟，3个拢已经死伫战场了，阁剩一个，要安怎？要继续互伊战吗？国防部讲袂当，要赶紧想办法将这个雷恩老四，甲伊对战场甲伊调转来，互这个家庭莫讲所有的囝儿拢死伫战场。所以，国防部决定来派一个，人讲一组兵啊，去查讲哇，雷恩伫同危险的所在，紧的派一组人去将迄雷恩带转来，甲伊救转来，因为伊伫同危险的所在，无赶紧，有可能这个家庭第4个后生就死去，赶紧将这个雷恩甲带转来。所以，这个人讲，这个救援队的队长，就是咱看到中这个人。检测咱真识Tom Hanks 所演的这个班长，紧的伊带其他7个人来将雷恩来救转来。拄仔讲到，因伫雷恩派伫同危险的所在，所以这8个人嘛爱经过真危险的一寡战术，才法度来到迄个所在，将雷恩救转来。所以伫过程中，其他的兵仔伫问这个班长讲：班长。咱要救迄雷恩到底是甚物人？敢值得咱伫真危险的时来甲伊救转来？敢是伊是对国家真人讲有贡献的人的后代，还是讲伊有真特殊的知识、能力、技术，会当帮助咱的国家伫战争的时会当拍赢？到底是甚物人需要咱伫遐危险的时，咱8个人去甲伊救转来？队长讲啥？无，伊只是一个人讲二等兵，一个小卒仔，一个兵仔尔定。既然看伊讲，拜托队长啊，你嘛帮忙。较危险的时，咱竟然冒险去救一个兵仔转来尔定，安尼敢对？但队长讲这啥？
这是命令，行。找一个别人真危险的时，到同危险的所在找到雷恩，该带回来。对头前咱讲战争的第一线，该带回来。但是回来时嘛，无拄拄较顺利啊，有缘碰到其他敌人的攻击，所以伫过程中有一寡去救雷恩这个兵啊，这个兵啊，有一寡人就安尼来过身，甚至连这个队长。有缘嘛调枪，这队长要调枪，要死去进前，伊将雷恩带到伊身躯边，你讲一句话，叫做 "Earn this, earn it"， 就开讲这句话。无偌久了后，这电影的任务就转到雷恩已经年老。带伊的太太来到这队长的墓牌头前，雷恩问队长，问因太太讲啥 ？Have I lived a good life？ 因太太回应 ：Yes, you have。这出电影就安尼结束。这出电影真侪人伫讨论，真趣味，真侪咱台湾。一寡台湾人伫讨论这出电影是讨论一句话，就是讨论队长讲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到底要怎样翻译啊？我相信文山教有真个兄弟英文比我较好，请问这句话要怎样翻译较好势啊？有一个人讲啊，这句话要安怎翻？这句话翻做吼，你爱好好活落啊。队长甲雷恩讲。你爱好好活落，介先有一寡道理哦，因为真侪人来去救伊，所以雷恩无死的是你爱好好活落，替阮活落去啊。但是有一个人讲，无拄拄呢，这句话安怎翻译较好？这句话敢怎会当翻译做啥？队长讲啊，安尼救你吼，我死甲有价值啊。我安尼救你，安尼死吼是有价值的一事啦。介像嘛是有道理呢。却是我同爱一个翻译是安尼。队长甲雷恩讲，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价值的，你值得阮安尼做。你是有价值的，你值得阮安尼做。表明雷恩这个性命，队长甲其他队员是欢喜甘愿来做这事。为什么欢喜甘愿？因为雷恩你是有价值的啊！你的价值值得阮用阮的性命安尼来付出啊！也就是安尼，雷恩这出电影队长安尼讲落了，雷恩都50年了，来到队长的墓牌头前。伊看这个墓牌，你讲 Have I lived a good life？ 因太太回应 Yes, you have。这句话某一个程度是伫问讲，我是毋好好的活，我是不是好好活着？但是我讲，其实更较好势，咱讲如果是这句话进一步来翻译，这句话是啥物？伊伫问啊。我的生命是毋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毋是有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因太太回应讲：是，你是。其实用这出电影，某一个程度讲，这真要紧的，这个用词，一个真正讨论这事，其实会当互咱来好好来去想，咱基督教信仰兼毋是。我讲雷恩毋是出名的人，伊毋是一个真厉害的人，伊毋是对国家特殊有贡献的人，普通的一个人，却是这队长讲，你的性命是有价值的啊！这不就是今咱所看的经文吗？这不就是咱今仔日咱的信仰要讲的吗？保罗伫罗马书内底，互咱看到。
当咱有关是软弱的时，当咱有关是罪人的时，耶稣基督就为着你我来到世间，为着你我死伫十架顶。咱的信仰讲什么？耶稣基督是上帝囝，伊甘愿放弃伫天顶上帝形状，伊用人的形状进入伫这个世间。请兄弟，什么叫做用人的形状、用人的样相进入伫这个世间？如果耶稣是上帝本身的时，伊根本唔免去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兼唔是。就是耶稣用人的形状、样相来到世间的时，就表明耶稣欢喜、甘愿受到时间、空间真侪限制，用白脚白手的方式来到你我的世间，来到你我的生命中，兼唔是。耶稣如果是上帝本身的时，伊有气力会当创造天地，就是耶稣是用伊的脚来行，伊的手来做，用伊的嘴来讲，互人来去认捌上帝，互人会当去领受上帝救恩。搁较要紧的训书内底，咱看到耶稣会当命令风影停。会当用命令的方式，互鬼离开附身的人。耶稣兼袂当用命令的方式，互人相信伊。就是耶稣无安尼做。耶稣是钉死伫十架顶，用极其痛痛的方式，用牺牲家己性命的方式，甚至去面对伊的学生出卖伊。去面对伊学生拢总走了的状况，耶稣甘愿用这种的方式来拯救你我的生命，互世间众人认捌伊，互世间众人明白上帝拯救的意涵。为什么？耶稣所显明的就是这，不是吗？是有价值的。你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耶稣伊安尼做是有意义的，伊甘愿用这种方式来做。兄弟，咱拢毋是人讲化水会简单的人，咱嘛毋是社会人讲有头有脸出名的人士，咱拢毋是。人讲月收入千万这种人，咱毋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甚至请兄弟，咱拢同款，咱拢是有罪的人，咱拢是背逆上帝的人，咱拢是用家己的心思意念最忠心的人。就是当咱有关是安尼，是耶稣就欢喜甘愿为着你我来牺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耶稣甘愿安尼做？耶稣为什么认为伊安尼做是有价值的？就是你我是上帝的囝儿啊！就是因为你我是上帝的囝儿啊！有人可能讲哈，就安尼哦，较简单，对，就是较简单。就是因为你我是上帝所创造、上帝所疼惜的宝贝囝儿，上帝唔愿咱伫罪恶黑暗的深渊内底沉沦，所以上帝甘愿用人的形状、白脚白手的方式来到世间，用极其痛痛的方式来拯救你我的生命，因为你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咱生命意义就是咱是上帝囝儿。你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我是上帝囝儿。耶稣甘愿安尼来做，这就是咱的信仰，这就是基督信仰。亲爱兄弟，
咱的信仰是照着耶稣基督这种牺牲的方式来显明。所以其实某一个程度，咱会当看到，伫雷恩年老的时，伊伫因队长蒙拜头前问的这句话，这嘛是每一位兄弟咱来问的问题啊！我的性命是毋是有好好活的？甚至爱讲，我的性命是毋是有值得耶稣基督安尼为我来牺牲啊？真侪时阵，咱会去问，我的性命是毋是有价值的时？伫教会内底，咱什么时阵问一句话？真侪时阵，咱伫总式伫问啦，甚至是别人替过身的人伫问讲，这个过身的人，伊的性命是毋是一个有价值的性命？但是兄弟，伫咱的信仰内底，歹势毋是只有伫个别礼拜时才伫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咱今日三个组织敬拜上帝时，我今日真正无甲迄个领袖东港套好走。伊最后一首带咱唱倒一首诗歌，我心仰望世界。请兄弟，咱今日组织敬拜时，伫世界头前，咱有好好问无？有问我是毋是好好活的？我的性命是毋是有好好去活的？我的性命是毋是有值得耶稣基督安尼为我来牺牲受苦？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主日，咱坐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时，咱每一个礼拜，感谢主，咱无银无将十字架砸掉。咱逐礼拜坐伫这个所在，仰望这个十字架时，咱来问啊：我顶礼拜有好好活的无？我顶礼拜活的时，是毋是有值得耶稣基督安尼为我牺牲受苦？这是咱每一个主日仰望十字架这首诗歌嘛，咧提醒咱，咱爱问咱家己啊。若是安尼，咱逐工灵修祈祷的时，咱逐工灵修祈祷嘛是伫问这个问题，敢毋是？我今仔日敢有好好活的？我今日所行所做一切，是毋是会当回应耶稣基督值得为我牺牲受苦之事？这是咱的信仰啊，亲兄弟！咱的信仰其实就是用我是毋是好好活的这个问题来回应耶稣基督为你我受苦牺牲的事啊！这是咱的信仰不断来显明的事。其实这嘛是咱的信仰伫提醒你我，帮助你我，咱的生活每一天所行所做，就是伫回应耶稣基督为着你我牺牲受苦。耶稣付出极大的代价，耶稣欢喜甘愿为着你我。用白脚白手的形状，用脚在行，手在做，嘴在讲，死伫石架顶，互人背叛，互人配喙烂，互人讨厌迄种受苦的形状，来显明上帝对你我的疼。基督教信仰就是安尼，不断来照着 good life 好的生命。来去显明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文字事工，互咱看到就是安尼。照着文字事工内底一个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咧回应 good life。但是咱如果斟酌看，咱的基督教信仰所讲 good life， 毋是咧讲咱诚做出名的人士。毋是你讲啊，我趁偌济钱。你看《更新周刊》内底真侪文字事工所记载描写一寡人，因的事检采就是你我生活拢会去碰到的代志，会当讲是小人物的小故事。但是这小人物的小故事，伫这文字内底咱看到是甚么？就是
好好活地，伫伊的生活，伫伊所面对的困难，伫伊所面对一切事物顶面，伊好好活地，照着耶稣基督拯救伊的性命，伊好好活地。参像连大兵这故，像就连大兵这个故事内底，其实电影只有讲伊互伊队长救了，队长过身了，就跳到伊伫即个蒙牌头前问即个问题。无写讲伊救回来了，伊偌牛，伊偌厉害，做啥物款的事？无。却是咱会当对这个银幕、这幕内底去看到，你看一定是伫伊生命中，伊所扮演的角色，伊所面对的事物内底，伊好好努力。尽忠，才伫即个时阵，伊伫家己问即个问题，问伊的亲人，即个问题时，这位人因的回应是啥物 ？Yes， 正兄弟，这就是咱的生命。耶稣为着你我安尼来做，咱的生命，咱的生活，是毋是有用 good life 来回应？好的生命，这个好的生命，毋是讲咱拄仔讲，毋是讲你爱偌牛。好的生命是真实来用你的生命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用你真实的生命来照耶稣基督吩咐来做来行。检彩，咱可能就参像《更新周刊》内底描写真侪小人物一样。出去可能嘛无人捌咱，咱无拄拄做啥物对台湾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事，却是咱如果伫咱的职分顶面，咱所扮演的角色顶面，尽忠认真将应该做的事来做好的事，其实咱的生命是回应耶稣基督对你我的疼，回应耶稣基督对你我的拯救。这有关是咱的信仰所超吹追求的，是到咱人生同尾坎站，面对审判台前耶稣基督的时，耶稣对咱讲一句话。耶稣对咱讲：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你的生命因为你好好活地。好好回应上帝听，上帝救恩，你的生命就成做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全国一遍，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当阮有关是做人的事，当阮还未认捌你的事。你就欢喜甘愿为阮牺牲受苦。你认为你用这种受苦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显明阮是上帝心中极其疼惜的宝贝。真感谢你，当阮认捌一个要紧的生命真理，阮除了照着相信、悔改认罪。洗礼来讲你以外，更较要紧的，阮爱用阮的生命，伫日常生活的时，来好好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互阮的生命会当显明显出耶稣基督样式。因阮深知，这是上帝你所喜爱。阮嘛相信，当阮伫阮的生命中，当阮的生活中，阮所扮演的角色，阮拢尽忠努力，照耶稣基督吩咐来做来行的时，当阮伫你的面前，阮亲信，阮就会听到你的耳朵声讲，阮是好好活的，阮的生命真正是值得耶稣基督你为阮所付出的一切。愿主的恩甲阮同在。愿你继续帮助阮，记牢耶稣基督为阮所做一切，明白
阮到底要怎样行，怎样做，才会当回应耶稣即种的疼。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唱圣诗，圣诗548首，圣诗548首，我活是为基督。我活是为基督，死得利益有福。我的心目主的国，做你尽忠劳碌，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来奉献。
这时我来报告，伫个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金句，读2遍。请，咱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救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书第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救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书5章8节。下周的圣工分担，领唱着娱乐长老、司礼张义如祭司、司琴黄慧谦弟兄。献诗圣歌队，司献齐家温祭司、张锦伦祭司，交代齐家温祭司、许伯恩兄弟，音控施浩轩兄弟、周立健兄弟。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咱的科牧师，题目是传扬奥秘的任务。经文咱请咱家己看。后主日礼拜。主理是科牧师，题目是袂当改变的身份。咱经文信息家己来看。咱现到第6面，教会的消息报告。第一是，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咱感谢张牧师来正道甲请安。我代表教会向伊说道谢。第二，成人主日学，今仔日上课时间是礼拜后10点40到12点，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过去旧堂迄边上课吼。第三是财务的研习会，定伫后礼拜上午11点，伫个团契教室办理检校了后的财务研习会，请咱团契财务同工来参加。第四是洗礼进前的信用课程吼，伫后主日7月24后主日的下晡1点到4点，咱欢迎准备要洗礼也是献信礼无导友报名参加。第5是关怀造就课程，伫7月底吼，7月31号下晡1点，伫咱遮2楼礼拜堂，主讲是咱的科牧师，咱嘛邀请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即个课程。第6是圣礼典，8月14号要举行圣礼典，若有准备要洗礼、献信礼，会当咱的干事来摕报名表，写完交互牧师。补充一项代志报告，就是今仔日成人主日学搁开始吼，因为顶一届是疫情的关系，咱延到今仔日，所以咱把握即个时间，咱看礼拜煞，咱会当伫旧堂内底，咱来上即个成人主日学。另外一件是张牧师，伊是淡水马街病院的义牧吼，咱真感谢伊今仔日特别来，甲咱做文理事工的请安，以及甲咱的分享吼。咱游完即礼拜要为着2个家庭来代祷。第一个家庭是伟汉吼，伟汉兄弟伊的家庭，伊的代祷的事项呢有较侪吼，所以咱看着，伊的代祷事项是因为伊的太太佩奇是因的家族内面第一个信主的吼，咱为因祈祷，伊毋望因的家族会当陆陆续续拢来倚靠耶稣来认捌耶稣。第二是佩奇，伊个同事伫顶面当伫公司顶面吼，会当当心吼。佩奇顶仔伫正大吼，正大咧上班吼，所以咱嘛为伊来代祷。过来是为着伟汉的爸母，甲佩奇的爸母吼，因的健康甲出入，咱来为因祈祷。伟汉的家己的公司的营运，逐项的工作，伊拢恳求上帝来引带甲陪伴。嘛为着因阿某未来的生活规划。伊个上帝话伫因的生命中来掌权，咱为伟汉甲佩奇因阿某来代祷。这是因的相片吼。
第二个家庭是要为着何生贵姊妹来代祷，伊要代祷的是先感谢上帝带领因全家拢平安喜乐。第二个要为着香婷甲圣阳第明年因要考试互因当一尽顺利，会当有真上帝为因备办迄个适合的学校，互因当来读册咱这是当心为着这两个家庭来代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愿为着阮的肢体为罕伊的家庭来代祷。愿主亲身看顾伊甲因的太太，会当将因的因所明白的好消息，因所明白的上帝听痛，积入到佩奇的家族的内面，互这个家族会当受到稳定，受到祝福。看顾因两人伫工作上，拢会当有上帝亲身的引带。看顾，相信嘛看顾因的父母，互因的身体勇健，伫天气遮尔炎热的时刻，有上帝保守甲固守伫地。看顾因建立家庭，因未来方向，拢有上帝甲因同在。要为着何生贵姊妹来感谢上帝过去的日子，你引带因、带领因，互因有平安，互因有上帝稳定。恳求上帝继续赏赐。稳定伫因的中间，看顾香婷甲圣阳，因伫明年要考试，愿主你互因有一个安静的心，会当来好好的来准备，而且恳求上帝为因安排适当的学校，互因的人生未来路站，拢来当来倚靠上帝。愿将这两个家庭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亲身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以上。咱嘛继续为着咱身躯边的身体欠安心灵，咱两兄弟姊妹祈祷奉献的部分若有出入，咱会用咱的干事，也是咱的会计来更正。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无？好。这是咱来唱煞尾边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唱完，咱请张牧师来祝祷。圣诗399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运行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甲永世代保证。阿门。
请坐。